长期帮助慰安妇阿嬷的妇女救援基金会，当咧因的阿嬷兜博物馆展出一寡阿嬷过去接受艺术心理治疗的作品。透过多样的艺术作品，互民众以多元的角度更加了解这寡阿嬷的过去。红色蜡笔画的心，若像花的烧，搁写心中一把火。这是2004年的时，有慰安妇过去的满怀阿嬷伫妇女救援基金会工作坊的作品。妇援会为1996年开始举办工作坊，透过艺术心理治疗这款方式，帮助慰安妇阿嬷安搭无好的情绪。即马工作坊收集的作品，等咧妇援会的阿嬷兜人权博物馆展出。希望可以赋能，就是借由让他们在创作啊，还有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呢，意识到说，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的，还有他们的决定也是很重要的。那让自己了解到说，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。那我们同时也会传递一些概念，就是说要可能照顾自己的身心啊。博物馆表示，通常民众对慰安妇议题的想象，拢是艰苦、黑暗这寡负面的感受。博物馆希望透过这寡阿嬷的作品，看到一般人想象之外阿嬷的无同面向，以多元角度识在这群人。这个词我第一次见到是在我的高中的历史课，那时候看基本上都是为了考试。帮这些阿嬷发声或倡议的时候，会觉得说，他们只是受害者，他们就是唯一代表是我们文化或国族受害的一个象征。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，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生命经验，那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想要跟我们分享，只是可能往往没有这个机会。妇援会长期帮助慰安妇阿嬷争取权益，虽然因服务的上尾一个阿嬷已经伫2023年过往，基金会要是当咧透过展览推动慰安妇议题深入扩讲，政策倡议这款方式，继续让大众熟悉这段历史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